我叫托尼陈家耀。今天我来看这个话剧，对我来讲有一点新鲜感，布景方面、音乐方面，还有演员，每个演员都尽他们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。总之来讲，从头到尾都可以得到一些的惊喜。我可以讲是100分了。以这样的内容、这样的题材、这样的人物、这样的布局什么，我相信可以在台湾可以占一席之地。今天服装也可以不错，好看，他的发型也适合他。男主角够英俊，女主角也是好看。道具的方面我也是要给一个赞。因为后面的那些施工他们都配合得很快，祝福他，我让他怎样讲轻中求进，更上一层楼。